来这可能是全台湾的第一间药房兼卖串冰。就伫高雄市的光华一路有一间药房，卖药啊嘛来卖串冰。讲这个冰是药师亲手来做的，搁伫冰的面顶来压这个益生菌，要用安尼来请人客，结果嘛甲卫生局请来了。卫生局稽查了后，发现这个配料过期，益生菌嘛无药品的许可证，要依照着药事法来甲处理。好。饮料倒落，就亲像变魔术同款，机械就随便出各油各面的雪花冰，甲淋一寡番麦片，接过来到认定的配料，最后顶悬佮也特有的益生菌。严格看看咧，这毋是冰店，是药局，制作的人是药剂师。就 OK 啊，夏天吃个冰凉一下，心情好一点啊。药局卖雪花冰，蛮特别，不影响健康还是什么，应该是可以。蛮讶异的，因为在我本身的认知，觉得说药局应该就是卖药品。最近食安问题又很多嘛，到时候再来查的话，可能也已经太慢，来不及。伫药局内底卖冰，这可能是全台湾头一间，所以消费者听到拢感觉真新奇。我们看他们一直在吃药，其实都是好苦的，所以我们想为他的就是人生加一点甜。口味真侪款，各有加益生菌，看起来真健康，真紧就引发着讨论。要唔过一早起，等下到这间药局想要问看卖，药局煞直接将铁门拖落来，无愿意继续回应，因为请红了后引发着卫生局的关心。稽查了后，经过发现无保留食材的来源资料，制作冰片的机台后壁查到6项过期产品，甚至查到无药局许可证字号的益生菌。产品就地监督销毁，并处以业者新台币6万元以上罚款。药局想要安打患者好意刷来变调，各方查出违规的状况。即卖相关单位除了会甲处罚以外，佮依法严格来办理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